开始。昨日上午，一名菲律宾女移工哭哭啼啼向本所报案，说她辛苦赚2万元买的电动车遭窃。立即受理后，请所内的同仁于案发地附近调阅沿路的监录系统，经比对锁定犯嫌，并于昨晚将犯嫌绳之于法，并起获失窃的电动车。员警耗时10小时，忍着酷热，使命必达，帮移工找回失窃爱车。移工非常感谢员警。